没错，不过臣女现在已经没有管理乙班的权利了，只希望太后娘娘再帮着逮一头真正的狼过来了。那你要什么样的狼啊？我想请太后下旨，连续3次在考核中垫底的学生，应该把他们逐出内学堂。既然他们不把内学堂当一回事儿，我们又何必求着他们读书呢？胡闹！内学堂都是金枝玉叶，岂能够轻易得罪？我记得太后您当初创立内学堂的时候说过，在内学堂里面没有高低贵贱，只有相学第一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一味的要罚人。各宫中不是还有不少女史的位置吗？内学堂里也应该有个新的规矩，每年的前3名可以进宫入选女史，其中出色者还可以像明宫长这样有封户呢。是，哀家身边确实需要一些伺候文墨的人。兰芝啊，我觉得班叔的想法也挺好的，不如这次咱们就先照他说的试试看。太后，千万不可！班叔最近一直在乙班胡闹，先是跟学生们争吵，后来又体罚学生们跑步，连文喜公主都被他累得差点晕倒了。臣先后训诫了他几次，他才稍有收敛。可是这些天，他又出了新方，成天带着学生们玩，连课业都耽误了不少。太后，学生们都是爱闹爱玩的年纪，要是长此以往，恐怕……谁胡闹了？太后，我不过是午后带着学生们去锻炼，上午的课一节都没有少。再说了，让学生们多运动也是为他们好，不然学了满肚子诗书却体弱多病的，难道这是好事吗？女子就应当以真静为主，大好光阴不学诗书，反倒像3岁小儿一般玩闹，成何体统？又是踢毽子又是蹴鞠的。班叔，别把你那套蛮子做法往我内学堂的学生身上套。谁是蛮子了？我爹是大汉定远侯，我娘也是王女，一点儿也不比你家差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班勇班司马在西域投降了敌人，害得我大汉3000将士含冤而亡呢？你不要胡说，朝廷都还没有定论呢。行了，谁说班司马在西域投降敌人了？太后，容我打断你片刻。我刚收到传来的捷报，班勇帮车师王收复了车师城，打败了流寇。这个是班勇和霍恒2人亲手写的奏章，望太后明鉴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快给哀家呈上来。那我大哥呢？他有没有受伤？放心好了，之前所谓的投降流言啊，不过是班勇的诈降之计而已。一方面迷惑了敌人，另一方面呢，暗中调查出与敌人来往的奸细到底是谁。那些奸细不是外来商贩，而是由皇宫送到廷尉府的几个黄门小侍郎。哼，把那些奸细给哀家即刻打入诏狱。已经在里面了。寇女父，班勇乃我大汉忠臣，你身为内学堂副者，居然听信流言，擅自侮辱诽谤他人，难道不是有违贤淑之德吗？喂，兰芝有罪，还请太后跟大将军责罚。你要道歉的不是太后，也不是我，是班叔。行了行了，这是女人之间的争执，大哥你个武将瞎掺和什么呀？班叔，你这个引狼入阳的思路很好。之前你确实受了太多委屈了，哀家答应你，之后内学堂的学生可以自由转班，不过1年只限1次。喂，那从今天起你就可以复职了，继续去教乙班的学生吧。谢太后娘的隆恩。至于内务嘛，至于这个内务啊，我觉得还是应该交给班叔继续管。他带着女学生锻炼那事儿啊，我也知道，好事儿。女学生能跑能跳，她本来就是好事儿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们大汉因为女子体弱死在产床上的到底有多少啊？啊，没有好的体魄，就生不出好的儿郎；没有好的儿郎，
大汗以后哪找士兵去拼杀呀？没错，太后，臣女也这么认为。我们草原上的女人经常骑马劳作，身体强壮得很，生个7、8个一点都不费事儿。好女人，我喜欢。是啊，哀家之前怎么就没想过这些呢？前几天我看到文喜公主，半个月之前吧，那小姑娘瘦得跟竹竿一样，现在呢，嗓门也大了，脸也圆了，这才是一朝公主应该有的气度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，不光这女学生需要锻炼，哎，就连太后你呀，也需要多走动走动。哎，老话说了，时静不如一动，多出去晒晒太阳，活动活动，免得你到了秋天老犯咳嗽。大将军言之有理，太医也说过，太后娘娘政务繁忙，应当多活动血脉，保养身子。哎，我们屯骑兵有马球队，我听说内学堂的马球打得也不错。本来我正打算跟他们在东郊院赛一场，你要不要来？光看还不够，太后娘娘索性也下场一起打吧。记得当您在家的时候，您马球打得不是比大将军还好吗？不行，我都10几年没碰过球杆了。没事儿，太后娘娘，你一定打得特别棒，我陪你一起恢复2天就好了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可以陪你一起打的。太后娘娘一定要来啊！你一定打得特别好。对啊，太后娘娘，一起去嘛！是啊是啊，去嘛！哎呀，对呀，妹妹一起来吧，就差你了，与民同乐，你怎么能不来呢？就是啊，快来嘛！答应了，太后娘娘，我们一起嘛！哎呀，太好了！是啊。哎，妹子，怎么样？今天我够帮你的吧？作为朋友呢，我很感激你。可是作为女人呢，我觉得你今天啊，大有问题。你太不应该了！你怎么能当着你未婚妻的面儿帮别的女人说话啊？我不是看他挤兑你，我受不了吗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够义气，我也感激的不得了。但是呢，只要你们俩还有婚约在，我觉得你这话就不能说的这么重，还是稍微收敛一点好。哎，你没看到刚才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？快去哄哄他吧，快去吧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过我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回头你要在宫门口等我啊。好，请我喝酒啊！好，去。寇兰芝，给我站着！你给我站住！寇兰芝，我喊你没听见，你聋了？我倒是希望自己聋了，省得刚才在寿安宫内被人一次次打脸。刚才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，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帮理不帮亲。你闹够了没有啊？你还想我怎么样？你让我敬着你的班妹妹，我敬了。平时对她说话连声音都不敢大一点。你当着太后娘娘的面，帮着别的女人说话，我忍了，连一句怨言都没有。现在我受够了委屈，就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待待，你就说我折腾。邓志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不要摆出一副含冤莫白的样子，好像自己真的什么都没做过一样。上次你怎么答应我的？要宽待阿叔。可是刚才在殿上你怎么讥讽阿叔的？你当我没听见啊？我怎么讥讽他了？你就心急成这样？你跟他无缘无故的，为什么总是护着他？别跟我瞎扯什么你跟班勇是好兄弟，我早就查过了，你们之间连话都没有多说过几句。你明明就是风流，就是好色，就是对他起了别的心思。你说够了没有？都说上古君寇氏家学渊源，子孝女贤，可是你呢？稍有不满，就对你未来的夫主呼呼喝喝。你看看你现在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就你也配京城第一贤女？你用不着拿这样的话来堵我。你我明明有婚约在先，可是你不在人前给我体面，难道我就得一直忍着吗？所以你就要报复回来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寇兰芝，你的三从四德学到哪儿去了？嘴上把先贤之言背得滚瓜烂熟，实际上就是个假贤良。哦，对了，我呢，既不是你父，也不是你夫你子，你大可不必听我的话。要不这样好了，邓寇两家的婚事从此一笔勾销，你不用再听我的话，我以后也不用再听你的抱怨，怎么样？
满意了吧？姐夫，我正要去找你呢，没想到你自己就过来了。阿叔，恭喜你！你早就知道我大哥没事啦。廷尉府里也有不少我以前的旧部。阿叔，尊兄平安无事，你又官复原职，我无以为礼。且以一卷好书赠你，希望你以后再接再厉，继续在内学堂为祸人间，叱咤风云。多谢姐夫。不过呀，要论在内学堂为祸人间、叱咤风云，谁敢跟你这个内学堂第一大众情人比呀？你呀，跪下！你这个孽女，竟把大将军气成这样，连退婚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德颜容功，德字第一。现在倒好，满城都知道你为了妒忌而和未来的夫君顶嘴，这叫我寇家以后如何做人呢？兰芝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天下哪有男人不风流啊？能跟太后娘家联姻，是我寇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倒好，发一通脾气就断送了我们整个寇家的前程。明日上朝，我岂不是要被这帮同僚们耻笑啊？你马上去跟大将军认错，求他收回退婚的话，否则我只当没你这个女儿。爹，你这是要赶我走？爹，别赶姐姐走，寇家还有我呢，用不了姐姐来挣前程。邓将军那么风流好色，哪里配得上我姐姐？今天的事明明就是他的不对，依我看，这婚退了也好。混账！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以为这婚这么好退的吗？我们寇家本来就政敌不少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威势大不如从前了。你姐姐得罪了大将军，就等于得罪了太后娘娘。到时候出了事，他们可以不管，其他人必定会落井下石的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我的姐姐不能随便被人家欺负。阿峰，阿峰，你别说了。哼，兰芝啊，你听娘的话，好好跟将军道个歉啊，好不好？难怪将军要退婚。你看你那忤逆的样子，连我都看不下去。老天爷呀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孝顺的女儿啊？都40好几了，还要担惊受怕。娘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姐，你没错，你没错。别说了。我去求他，我去求他不要退婚。啊？你要跟他退婚？啊，反正我早就受够了。今儿趁他不高兴，我索性把话给他挑明了。哎，所有人都看见他对我大吼大叫的，太后这回啊也没法帮他说话了。可是他那么想嫁给你，你要跟他退婚，你让他怎么活呀？哎呀，我管他呢，我压根儿就没想娶她。上次答应他年前成亲，那也是因为被他哭晕的缘故。阿叔啊，其实我心里面的人只有你。阿叔啊，今天话都说到这儿，我就不装了。什么哥哥呀、妹妹的，都是托词。我就是喜欢你，我是真喜欢你，我就是想娶你当我媳妇儿。什么天仙美女，我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一直把你当做月锦的替身看，我不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但自从你把我绑起来那一刻，我是
真喜欢上你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发酒疯了。我没发酒疯，我清醒的很。你看这是几？3。阿叔啊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哎，你说啊，天底下还能找到像你我这么兴趣相投的人吗？啊？你说，你爱喝酒，爱打马球，爱斗鸡，我也爱喝酒，爱打马球，爱斗鸡。你想没想过，你要是嫁过来，我俩得多幸福啊！还有啊，你是班定远的女儿，又是内学堂副者，论身份地位，我们俩也般配得很。我保证，这次不会有人说闲话了啊！哎，等等，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儿。我要想嫁给谁，不是看我跟他的身份地位有多匹配，也不是看他有多喜欢我，你得看看我是不是喜欢他吧。哎呦，你以前不是还挺讨厌我的吗？是不是？可是你看现在，咱俩都能坐一块儿喝酒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时间够长，你肯定会喜欢我的。喜不喜欢第一眼就知道了，怎么可能因为时间长了就变了呢？怎么不会变啊？肯定可以的。我为了你，我就改变了我身上很多坏毛病，你知不知道？阿月可以作证。你问阿月，除了陪你，我就没去过红香院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总之，只要你能喜欢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真的？真的。我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啊？那当然了。那我现在让你马上去辞掉大将军的官位。我呢是太后的大哥，我这个位置又特别的重要，所以就是不愿意喽？不是不愿意，怎么能不愿意呢？除了这个，上天入地，只要你能说出口的，我都给你办。话先别说那么满，好，你来，先跟我去办件事儿。去哪儿啊？你要和我赛马呀？没错，从这儿跑到河边那棵大柳树，谁先到了就算赢。你要是赢了我，我就能喜欢上你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站！怎么样，跑得挺高兴的吧？你怎么那么快啊？还有更快的呢，我在终点等你。站！哎，你别那么快啊！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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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一次。不用比了，我刚才看了你的骑马姿势，至少3年你才能赢过我。胡说，最多1年。好了，1年就1年。不过呀，我还是实话实说，邓志，你喜欢我，我很开心，也很感激。可是你既不肯为我牺牲，又打不过我，连马都骑得没我好，你说我干嘛要嫁给你啊？所以啊，我们俩还是当好哥们儿吧。说句心里话，这寇兰芝虽然为人是假了点儿，但人长得挺漂亮，出身又好，还会持家，还死心塌地的对你好。你说这种媳妇儿，你有什么可不满意的？哎呀，赶紧去府上给道个歉吧，给个台阶让别人下。要是换了我啊，谁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提退婚，我非一刀宰了他不可。好了，在这好好想想吧啊。哎，等等，你不喜欢我，是不是因为你喜欢别人啊？是不是因为那个魏婴？是又怎么样？我不许你对付他啊，要不然咱们俩交情一笔勾销。为什么是他呀？他哪一点比我好啊？他哪一点都比不上你，可是呢，我就偏偏喜欢他。你既不肯为我做牺牲，又打不过我，连马都骑得没我好，你说
我干嘛要嫁给你啊？他哪点都比不上你，可是呢，你就偏偏喜欢他。寇兰芝虽然为人假了点儿，但人长得漂亮啊，出身又好，又会持家，还死心塌地的对你好。这种媳妇儿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将军，您回来了。哎呀，将军，您可回来了！寇女夫等了你好几个时辰了。寇姑娘，你这是干嘛？兰芝罪孽深重，特来向大将军请罪。兰芝有罪，罪在不该心生嫉妒，无辜陷害大将军朋友；罪在不该在宫中向夫主咆哮，有失夫主体面。还望大将军大人有大量，宽恕兰芝这一回。你先起来。大将军若是不原谅我，兰芝情愿长跪不起。你先起来，这事儿也不怪你。也是当时我太冲动了。总之，你先起来说话啊！来，那你是不怪我了啊？邓郎，邓郎，我知道我不该心生嫉妒，可是邓郎，你这么英勇神武，身边又有那么多红颜知己。兰芝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女子，怎么可能真的不难过？我真的只是一时昏了头，一时嫉妒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，我明白啊。兰芝发誓，以后一定不再为难班叔了。我知道，邓郎和他只是朋友，并无男女之情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和他现在只是朋友。那我以后一定不再胡乱吃醋了。班妹妹是个好人，以前是我太小心眼了。家父说的对，反正我也要嫁给你，就不应该管那么多内学堂的事。可是有件事情我不想瞒你，我可以娶你。但是以后我心里还会有别的女人，可能是月姐，也可能是班叔。这些女人都是我特别喜欢，但我却无法得到的人。西域来的和尚把这个叫做情深缘浅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你就不能一直瞒着我吗？正是因为我打算要跟你过一辈子，我才会跟你说这些。两个人的恩爱，一半是恩，另一半才是爱。爱我给不了你，不过你只要保证不折腾、不胡闹，我绝对不会负你。现在你知道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还愿意嫁给我？那他喜欢你吗？是，我还愿意嫁给你。我相信，只要时间长一些，你也一定会喜欢上我的。可是有人跟我说，喜欢一个人，第一眼就知道，就算时间再长，也无法改变。可你以前对那个月锦恋恋不忘，现在不是一样喜欢上了别人吗？邓芝，别把自己局限住了，多对我好一点，以后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的。好，我会尽力试试看。第二
要扫干净点，扶手一定要擦干净了。佩华，把这封信送去给曹大姑。喂，曹大姑要知道少爷平安无事，一定会特别高兴的。嗯，大伙儿好好干啊！最近咱们搬家呀，倒霉的事儿不断，到今天啊，终于时来运转了。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净一点，一来呢可以去煤气，二来可以高高兴兴的迎大哥回来。把这些全弄好了，每个人都有赏钱啊！谢谢姑娘。姑娘，这是我在后院兵器架上瞧见的，快给我！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宝贝呢，放在那儿不是不要了。你不懂，好鞍子呢就要上好油，让它在那暴晒几天啊，这样油才能进去呢。贾大人来了，大人来了，好，寇大人，精神不错。寇大人，李大人，寇大人，我听别人说，邓大将军怎么和你们家退亲了呢？这是真的吗？这个谁说的？戴解军啊！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是，来了。半路上我看见兰芝的车子坏了，索性就让他从近一点的河驴店进宫，免得多走路麻烦。哎呀，大将军心疼兰芝，这是小女的福分呐。走吧，兰芝。大大人美言啊，好，谢谢宋大人的好差事，好差事。那姐们都说他们两家闹得不可开交了呀。真的，没错。我说小宫女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那会儿邓大将军说要退婚，寇女妇的腿都吓软了，这差一点就哭出来了。他活该！谁让他一天到晚端着女妇的架子训我们呀？总算得到报应了吧？我倒是挺同情他的，不过班师傅总算能回来上课了，这才是好事呢。是啊，班师傅为人活泼又风趣，还不拿架子。要换了我是邓大将军呀，我也宁愿要班师傅，不愿意要他。阿双、阿罗，你们两个过来一下。寇女妇，你们两个要转班的事情我已经允许了，等会儿上课，你们就可以换到乙班去了。阿秀，你们大家都过来一下。走，走，没事了，客气。太后圣训，从今往后，班助教可以回到乙班重新授课。甲乙两班的学生可以自由流动，不仅阿双、阿罗可以转到乙班去，阿秀，你也可以转到甲班来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很多次，想要过来跟我学习书法。多谢寇女妇，可是我妹妹喜欢留在乙班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留下来陪她好了。没关系，以后甲班、乙班都是一体的。你有问题可以随时过来跟我请教。对了，太后还说，乙班跟屯骑军打马球的时候，她也会出席。到时候我们甲班也一起去看比赛吧。寇女妇这是怎么了？跟没事似的，还一下子变得这么开通了？还能为什么呀？肯定是邓志想通了呗。不过就一晚上，寇兰芝就能从刺玫瑰变成软柿子。师姐，你说这男女相恋怎么那么神奇啊？哎，霍恒好像也是这样吧？哎呦，我记得他以前脾气可大了，但后来只要你一发火，他马上就跪在你面前变成小狗。哎，杨女妇，你跟我说说呗，霍将军装小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他学狗叫吗？啊？谁学狗叫了？不许胡说！有人害羞了。谁害羞了？不像某些人整天不睡觉，大半夜里做马鞍，就是为了讨魏师兄欢心。啊！哎呀，你还想让那帮魏姨娘子军骂死我呀？哎，师傅，你做的马鞍什么样啊？还没做好呢，到时候啊你就知道了。姑娘，小心点。得亏是挨过来了，姑娘也看到了，他们都等着看笑话呢。
幸亏您和邓大将军和好了，要不然今天还不被他们给笑死啊！可不是吗？这么说来，我拼着脸面全无，跑去邓府求饶，还真算是做对了，委屈姑娘了。只怪她运气太好，我又太无能，才会被她一次次折辱。邓芷居然当着我的面夸她，说她心胸宽大，不计前仇。要不是他奋力劝说，他不可能这么快重新接纳我的。还是借了他班大小姐的面子，要不然我就真的成了还没过门的下堂妇了。都怪那个班叔，姑娘腿才会肿成这样。要不然，奴婢想个办法，去整整他。别去。这事儿我自有主张，你就别添乱了。古书上说，时移换世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为自己所做的事付出代价。负荆请罪算得了什么？只要能确保邓夫人的位置，就算是胯下之辱，我也忍得下去。不选我进马球队，整个内学堂里面，明明我的马术打得最好。你的马术是不错，可是打马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而是一队人的事儿。上次练习你光顾着自己出风头，根本不听我的指挥，你教我怎么用你？我不管，反正比赛的时候我一定要上场。可以啊，想闹随便，不过你现在最好离我远一点，要不然被马球砸到你的脸。再把你的脸砸扁了，你这是报复！没错，我就是报复。刘燕，你一天到晚的给我惹事儿，怎么我还得事事让你优先吗？我现在就是不想选你进马球队，你能怎么样？没错，你是公主，但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事情都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。记着，我现在是你的师傅，我说了算。班叔，别以为你大哥没事儿，你就能这么嘚瑟。到时候咱们走着瞧。快点，快点，那边。看好球啊！师傅，你帮我来弄一下这个袋子。师傅，啊，哦，我来。将军，那个霍将军也来观战了，你看。邓将军，今天可得撑住了，让你这帮手下警醒点，千万别被这帮小姑娘给迷晕了呀！啊！姐夫，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我有个东西给你看，走。瞧瞧这匹卷毛狮子，威风不？真不错。这是我托莫东大叔从金卷马上那儿找来的，你快试试吧，要喜欢就留下来。我试过了，一点不比我们那天骑的汗血马差。阿叔，你忘了我的腿？我没忘，等着啊。这种马鞍是最近西域才刚有的，用的人很少，我试过了，骑上去啊又稳又舒服，腿上只要用一点力就能控制住马。姐夫，快试试啊，没准你用了它，以后啊就能多骑一阵子马了。快试试吧，快！跑啊！恰恰恰！
么样？真的是一点都不费力。我说嘛，现在有了好马，又有了好鞍，以后啊，你不用羡慕我那匹佳驾了。姐夫，你可不许跟我客气啊！这2样东西你必须收下来，要不我现在就哭给你看。好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只是你这鞍子在哪儿做的？我还想做它个10个8个。以前在军营里有好些兄弟，都伤了腿。要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鞍子，怎么？不方便啊？没有，多做几个当然没问题了。只是我担心做马鞍的师傅他太忙了，我估计没那么快做出来。难道这马鞍是你自己做的？其实你的手。师傅快来，我们马上要热身了啊！我很快就来，你先去吧。好。哎，没事儿的，我又不是那些娇小姐，不用担心我的。说开了也好，这只马鞍啊，可是全大汉独一无二的，所以啊，你可千万不要嫌上面缝的不好，一定要经常用。以后啊，等我晾好了绣花，再送你个新的。我得走了，先不说了。大哥，有霍恒的消息了吗？这算算日子，应该才刚到边关，哪能这么快就有消息啊？怎么了？想他了？我们相识之后，他还是第一次离我那么远。别，你别哭啊！不是，哎呀，我最怕女人哭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一有他的消息，我立马就告诉你。谢谢大哥。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啊？大哥尽管吩咐。你在内学堂当女妇，教的都是名门贵女。你看哥哥我一表人才，至今都没有意中人。你可否从中帮我撮合撮合，许你门亲事啊？可以，不知大哥喜欢何种类型？啊，这个门第高的，有权有势的，其他的呀都无所谓了。你干嘛呀？你该不会移情别恋喜欢上我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别说你是我弟弟的女人，就算你不是，提你的家世，我也没兴趣。呸！瞎了你的狗眼，我才不会看上你呢。我知道你那天来内学堂，安的什么心了？我和那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哥哥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把话说清楚。人往高处走，我有我的追求，我有错吗？鱼，都把马退下来，劲儿点！这！你瞧，大将军多威风啊！兰芝姐，天气这么热，你把衣裳松松吧。啊，不用了。那要不咱们到树荫下坐着去？那么远，看不清吧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以为那帮丫头真能赢啊？早跟你说过，不要老跟班叔对着干。你要是和软一点，说不定现在就已经跟他一起上场了。
哼，不去就不去，谁稀罕呢？这次比赛少使蛮力，多用巧劲儿。知道，大人放心，就算不瞧班姑娘，看寇女夫的面子，我们也舍不得辣手摧花呀！啊！姑娘，你看，多嘴，找死啊！顾平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顾平，不用找了，撤！我跟顾校尉已经商量好了，这一场由我来替他。大将军，你不会怪我不请自来吧？撤！姐夫，姐夫，你也要来啊？试试吧，我也好久没有下过场了。待会儿你们可要手下留情。太好了，舅舅。好啊，魏少妇以前也是马球高手，今天还这么有兴致。邓某自当欢迎，请。